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平安。今日我哋要一同嚟探討一個喺我哋信仰生活中至關重要嘅主題——憐憫。點解憐憫如此重要？聖經話俾我哋知，憐憫唔單止係上帝嘅屬性，亦都係佢對我哋嘅命令。佢唔單止塑造咗我哋同他人嘅關係，更影響咗整個社會嘅和諧與和平。等我哋從3個層面嚟深入思考，憐憫如何反映上帝嘅性情，如何改變人際關係，以及佢喺社會中嘅重要性。憐憫之所以重要，係因為佢係上帝本質嘅一部分。詩篇145篇8節話：耶和華有恩惠，有憐憫，唔輕易發怒，大有慈愛。呢句經文清楚咁話俾我哋知，憐憫係上帝性情嘅核心之一。當我哋展現憐憫嘅時候，我哋實際上係喺度反映上帝嘅樣式。以賽亞書49章15到16節中，上帝用母親對孩子嘅愛嚟比喻佢對我哋嘅憐憫。佢話：婦人焉能忘記佢食奶嘅嬰孩，唔憐恤佢所生嘅仔？即或有忘記嘅，我卻不忘記你。睇邊，我將你銘刻喺我掌上。呢段經文提醒我哋，上帝嘅憐憫係深刻且永恆嘅。當我哋喺生活中實踐憐憫時，我哋就係喺度彰顯上帝嘅愛與恩典。耶穌基督更係憐憫嘅完美榜樣。馬太福音9章36節描述耶穌睇到群眾時嘅反應，佢睇見好多嘅人就憐憫佢哋，因為佢哋困苦流離，如同羊冇牧人一般。耶穌嘅憐憫唔係停留喺情感上嘅同情，而係付諸行動。佢教導、醫治、餵養，甚至最終為人類犧牲咗自己嘅生命。因此，作為基督徒，我哋被呼召去效法耶穌嘅樣式，去成為憐憫嘅管道。雅各書1章27節進一步指出，純正嘅宗教就係體顧喺患難中嘅孤兒寡婦。呢個表明真正嘅信仰必須通過具體嘅憐憫行動嚟表達。如果我哋聲稱自己係信徒，卻冇憐憫嘅心，咁我哋嘅信仰係空洞嘅。正如雅各書2章17節所講，信心若冇行為就係死嘅。憐憫對於建立健康嘅人際關係至關重要。聖經多次強調，憐憫能夠修復破裂嘅關係，並促進彼此之間嘅信任同理解。以弗所書4章32節勸勉我哋，並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憐憫嘅心，彼此饒恕，正如上帝喺基督裏饒恕咗你哋一樣。呢段經文揭示咗一個重要嘅真理：憐憫同饒恕係密不可分嘅。當我哋選擇寬容別人嘅過錯，並以憐憫之心回應時，我哋就能打開一道通往和解嘅大門。讓我分享一個真實嘅例子。南非嘅種族隔離政策曾經造成咗深重嘅傷害同分裂。然而喺納爾遜曼德拉嘅領導下，呢個國家選擇咗憐憫而非報復。曼德拉推動成立咗真相與和解委員會，鼓勵加害者坦白自己嘅罪行，並尋求受害者嘅原諒。呢種基於憐憫嘅處理方式，避免咗更大規模嘅暴力衝突，亦都為南非帶嚟咗新嘅希望。此外，傳道書4章9到10節提醒我哋，2個人比1個人好，因為佢哋可以互相扶持。當我哋對他人展現憐憫嗰陣，我哋正在建立一種更深層次嘅信任同連結。例如喺1994年嘅盧旺達種族滅絕期間，有一位名叫卡爾威肯斯嘅宣教士選擇留喺危險嘅基加里斯，佢嘅憐憫行動拯救咗好多生命，亦重建咗幸存者對人性嘅信心。最後我哋嚟傾下憐憫喺社會層面上嘅重要性。聖經中多次提到，上帝特別關注嗰啲貧窮、弱勢同受壓迫嘅人群。先知阿摩斯
曾嚴厲斥責當時嘅統治者，因為佢哋忽視窮人嘅需要。阿摩司書5章24節話：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，使公義如江河滔滔。呢句說話提醒我哋，憐憫不僅係個人嘅責任，亦都係整個社會應該追求嘅目標。喺歷史上，好多偉大嘅改革運動都係由憐憫驅動嘅。例如威廉威伯福斯受到基督教信仰嘅啟發，致力於廢除英國嘅奴隸制度。佢嘅憐憫之心促使佢為非洲奴隸嘅自由而奮鬥，最終導致1833年廢奴法案嘅通過。呢一成就唔單止改變咗無數人嘅命運，亦都為全球反奴隸運動樹立咗典範。同樣地，喺危機時刻，憐憫亦都能凝聚力量，幫助人們渡過難關。2004年印度洋海嘯後，世界各地嘅救援組織迅速行動，提供緊急援助同長期重建支持。教會喺呢場災難中發揮咗重要作用，向災民傳遞咗上帝嘅愛與安慰。呢啲憐憫嘅行動提醒受災者，佢哋並不孤單。除此之外，憐憫仲能促進和平。馬太福音5章9節話：使人和睦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稱為上帝嘅兒子。當我哋選擇憐憫而非仇恨嘅時候，我哋就喺度為世界播下和平嘅種子。南非嘅真相與和解過程再次證明咗呢一點。通過憐憫，呢個國家成功咁化解咗深層嘅矛盾，走向咗團結與和解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憐憫之所以重要，係因為佢反映咗上帝嘅性情，修復咗人與人之間嘅關係，並塑造咗一個更加公正仁慈嘅社會。羅馬書12章15節提醒我哋，同喜樂嘅人同樂，同哀哭嘅人同哭。呢個意味住我哋應該學會企喺別人嘅角度思考，並以實際行動回應佢哋嘅需要。讓我哋每一日都着上憐憫嘅外衣，好似哥羅西書3章12節所教導嘅咁樣。所以你哋既係上帝嘅選民，聖潔蒙愛嘅人，就要存憐憫、恩慈、謙虛、溫柔、忍耐嘅心。願我哋都能成為憐憫嘅使者，將上帝嘅愛帶俾呢個充滿痛苦與分裂嘅世界。願主賜福大家，阿們。